Hello， 大家好啊！歡迎收睇 Johnny 嘅頻道啊！咁 Johnny 咧今日帶大家嚟到我哋嘅桂南馬溪村呢個位置啦。咁我哋馬溪村咧都係屬於一個景區嚟嘅。咁依家現時我後邊呢度咧就係景區嘅出入口啦，包括停車場呢啲咁位置嘅。咁呢條村咧 ，Johnny 一直都覺得係非常之 OK 嘅，因為佢嘅打理啊、環境啊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我哋睇到地面咧係冇任何嘅垃圾喺度嘅嚇，所以證明咗呢一個片區佢嘅管理係非常之好嘅。咁嚟到我哋馬溪村啦，肯定係食同埋玩為主嘅。咁我哋有田園生態餐啦，同埋呢啲咁露營音樂會啦、團建聚會啦，都 OK 嘅。包括騎馬射箭都有嘅嚇。咁我哋香港朋友或者深圳朋友或者係澳門朋友都會紛紛嚟到呢邊桂南村呢個馬溪村去玩一玩嘅。咁馬溪村呢邊有咩特色呢？馬溪村嘅特色咧，一條視頻係講唔完嘅。你哋可以上網去搜一搜馬溪村到底有咩玩。咁今期Johnny 呢個視頻咧，主要跟大家講下呢個環境嘅舒適度啦，同埋最主要嘅話咧係有一套自建房介紹俾大家嘅。因為咧只需要攞出15萬就可以攞低一棟建築面積有305方嘅自建房嘅嚇。咁係位於我身後嘅呢一個位置。我哋睇到呢條大路啦，就係呢套自建房旁邊㗎。咁其實三鄉或者係五桂山呢啲片區嚟講咧，自建房近大路邊咧真係少之又少嘅嚇。咁今期呢套獨棟嘅自建房佔地有210個平方啦。咁對於香港嚟講咧係有成2000幾尺嘅佔地，建築面積有成3000幾尺嘅，完全可以推咗佢重新建設都冇問題。因為咧本身就平啦，總價200萬左右，咁首期只需要攞出15萬就搞掂噶啦。嗱，咁如果真係想住喺呢啲咁俾四面環山包圍住嘅一個生態自然保護區入邊住嘅話咧，咁真係值得睇一睇呢條視頻。或者如果身邊有朋友需要嘅話咧，記得推薦俾佢啊！去視頻去到呢度啦，記得幫Johnny 咧點翻個 like啊！今期嘅視頻咧就拍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